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6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13节，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2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允。基督信仰讲到着救恩，迄是因为上帝的应允。就亲像圣经也时常会提到讲，伫我还未出世之前，你已经经选我、生我等等遮的。上帝应允是对创世开始就已经存在。咱常常会提到，上帝是一位信实佮有恩慈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公义的上帝，伊有言，伊应允就必定会实践。也好，咱参像咱讲应允的言语 promise， 这个意思是同款的。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13节，先知提到着济的苦难，甚至咱讲着义人的遭遇。但是经文的上落尾有一个真重要的应允，就是我靠上帝的人就要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土地。圣经讲，义人受毁灭，无人关心；敬虔的人性命受夺取，无人注意。义人受夺取，通脱离灾难；行为正直的人会进入着安宁，伫眠床安然来徛起。这个行城述的查某人的囝，奸夫妓女的后代，拢进前来。恁在喜人啥人？在对啥人开喙吐舌？恁兼毋是背逆的囝人，兼毋是白贼的后代。恁伫树树的中间，伫青翠的树的下面。热火攻心，恁伫山谷，伫石穴，害恁的囡仔做成礼献互偶像。恁伫山谷中间摕光骨的石头做神明拜，对因倒酒献祭。恁想这的代志，我兼会应允。恁伫悬搁行的山顶放眠床行奸淫。恁就去遐献祭，恁伫门后，伫门墘边，菜行奸淫的上，恁剥杀我，身躯烫光光，甲爱人爬起来大顶眠床，用约定的价钱斗阵困，满足恁的荣耀。恁带油甲真济的香水去拜摩洛。为着要找神明来拜，恁找使者去天边海角，甚至落到伫阴府。恁行真远的路，真野线，毋过遥无私心。恁想讲会当伫恁的神明重新得到元气，所以无感觉野线。恁得惊啥人说着讲白贼？恁竟然袂记得我。无甲我藏伫心内，我一直无讲话，放酒放客客，恁就毋惊我是无？我要公开恁自称正义行为的真相，才会对恁拢无利益。恁哀求的时，就叫遐的偶像来救恁，风会甲因吹了了，气会甲因分散去。毋过，投靠我的人会得到应允的土地，会当承接我的圣山。保罗写予加拉太地区基督徒的培训的中间，特别提到着人彼此中间的契约。一旦立着契约，就袂当反悔，何况是上帝呢？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22节，保罗安尼讲。
兄弟姊妹啊，我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代志来做例来说明。人所立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袂当加添也是废除。上帝对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应允，圣经并毋是讲子孙孙，是讲真侪人，是咧讲你的子孙是指一个，就是基督。我的意思是安尼，上帝有甲亚伯拉罕立约，佮答应要受约430年了后，才出现的律法。袂当废除这个约，互上帝应允实效，因为承接上帝赐的产业，若是根据律法，就无搁靠应允。毋过上帝是照伊的应允施恩互亚伯拉罕，安尼律法有啥路用？律法是为着要互人知什么是罪过，通过天使对一个中间人来制定的，公效到所应允的迄位的子孙来临的时就结束。毋过单方面一边做的代志就无需要中间人，上帝是单方做这个代志。安尼律法甲上帝应允有啥抵触？也无，绝对无。因为律法颁布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。人会当倚靠律法，甲上帝有合理的关系。毋过，圣经已经断定，全世界拢伫罪恶管辖的下面，通互上帝将应允通过信耶稣基督赏赐互信的人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离开我远远，上帝我的气力，求你紧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势力，求你救我脱离狮的嘴，因为你已经有听我，互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对我的兄弟保养你的名。我要伫聚会中来学乐你，恁敬畏上主的，着称赞伊；以色列的后代，着归荣光互伊；雅各的后代，拢着敬畏伊，因为伊袂看见善车人，袂无看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伊。因求叫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我要伫大聚会中间称赞你的所做，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写我的愿。善车人会得到褒奖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，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，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。因为主权属于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会自责任者敬拜，连得要死得要归土的人也会伫伊的面前来跪拜。恳求上主帮助阮来学习，成做一个有诚实的人。亲像阮所期待上帝用伊的信息来对待阮同款。主啊，帮助阮成做诚实的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